在地新闻继续来看电视剧，我的大家哪会这尔啊古锥？真侪人爱看，收视率真悬。啊，这个剧中有真侪场景，拢是伫咧台南来取景，嘛，互台南市一寡景点，随着这个戏剧队咧庆安，请来真侪旅客。你有经营的哦，最新型的烤箱啊，才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未来。 我大今来只古水剧中，这个小欧决定离开丁河仔，甲法国做伙开店，实现梦想。这间店就是台南关庙的在地面包店。他们这个是法贵跟小欧他们的创业的一个地点。真开店面行入去卖书，踏入小欧甲法国因的梦想内，袂少戏迷是专工来参观的。 从第一集看到现在，从桃园要下来屏东过中秋节，然后顺路就下来走一走。看了这个电视剧才特别跑过来，因为这边就是那个女主角小欧，他们要开始做饼店的那个一个模型在这边。 戏剧带来相机，我大家来只古水，即马长情剧组伫台南出境，包括关庙、神话等等有真侪景点。左镇的2日游啦，或者是善化，甚至到这个关庙、府城呢，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规划。 市政府专案推出拍片的景点地图，规划真侪条旅游路线，互游客伫周末假期会使安排一撮小旅行，对大家做伙游府城。